上集講到用六用九，九係天數而包地，六係地數而涵天，陽九陰六，命牛顯賊，分陰分陽五行造化萬物嘅胚胎。人嘅身體就係一個小嘅太極，人秉天地陰陽五行嘅氣而生，身中就有五行陰陽嘅氣，陰陽運神，性命一家，以聰木以明，內藏元精之精氣。人嘅一生就像呢個剝卦嘅卦象，一交後天，由一陰潛生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陰氣純，陽氣就會盡，陰極就會必死，人亦都無可奈何。人嘅軀體就係最後先天精氣嘅陽物，處於至虛極守靜篤嘅狀態。喺剝卦之中，君子食果不食，果中有人，保存此一人則生，失此一人則死。君子用儒保存此一人為生生化化之本，其他凡人順其所欲，消陽至盡，終歸大化，如剝其勞，自失其秘所。聖人逆運之功，還反之道。知道剝卦中係藏伏卦嘅，將呢個剝卦成個倒轉，就會變成伏卦。伏卦起乾卦指陽之道，喺呢一陽未盡嗰陣時下手，顛之倒之，將剝卦變成伏卦，將人嘅軀體最後一陽潛身於至陰之下，陽展回乾，借陰傳陽。聖人逆運先天之學，用此顛倒之機，生機從內透出，用堪輿保存此一點真陽之氣，灌注陰陽，陰中反陽，可以重整家事，奪造化，災變為福，形化為德。呢一個伏道有天時之伏，有人事之伏。天時人事兩儀合一，天人之道。伏道還反，上坤地，下震雷，雷在地中，群陰中嘅一點陽氣成為雷，雷為至陽，雷之一動，自地而升，震經百里，與雷同行，生機回轉，萬物嘅生長天機不露。